是曾经居住过的洞府吗？好像有段时间没人来过了。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大的吸力，功力在流逝。不行，你别靠过来啊！喂，南宫啊，你快醒醒，这样不行。别跑得这么近，没法呼吸了，快醒醒！不行，这靠你了。倒是来点有用的呀！李子刚，阿芷，怎么还有人呢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要被吸干了。罢了，当日得到好处，今日就都还给你吧。他身上怎么毫无灵气？糟糕，之前受伤太重，真元受损，疗伤期间竟然昏了过去。看来是轮回真诀自行发动方式，只要被人触碰，便会反噬吸取法力。看样子，他是真的想为我晕魂疗伤，没想到反倒被吸了全部法力。那时的戏言竟然成真了，不过这结果也不知道算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。炼气劫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法力呢？你醒啦？南宫婉，我好心救你，你为何吸我全身法力？南宫婉，你是说我堂姐？你不是南宫婉？
我是他的堂妹，南宫。哦，你就是黄风谷的那个小混蛋。你的事情，姐姐都和我说过了。说，他全跟你说了？是啊，全说了。你的各种无耻行径，简直是罄竹难书。最过分的是，你竟敢送给他什么定颜丹？怎么，还拐弯抹角骂人老吗？我听到此事后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跑去黄风谷将你抓来，切碎了喂灵兽。所以前辈今日就恩将仇报，吸了我全身法力。哼，你这是恶有恶报，自己结下的因果，怨得了谁？这次给你留点教训，让你以后再充什么豪杰，学人英雄救美。这一家子人的性格怎么都这么一言难尽？不过他说的也对，以后可不能贸然行事了。前辈既是他的堂妹，那晚辈此番所为也算是投桃报李了，前辈无需多虑。只可惜晚辈修为尚浅，这一身微薄法力皆付流水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。不过嘛，你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，行事还算机灵。虽然昨天是把我当成了堂姐才出手，但好歹也算是助了我。这个人情，日后还是要还你的。谢过前辈。总算是没有性命之忧了。虽然境界一时跌落至炼气期，但这也正好与三转重元功的效果暗合，算是歪打正着。不过还要如此再重复2次，才有顺利结丹的把握。这位南宫前辈也真有意思，随身还带着锅碗，还有各种珍稀食材。我这是有多久没自己做过饭菜了？还真有点怀念齐玄门那段日子。这个小混蛋，又趁机占我便宜。要不是看他法力全失，我真的……算了，他师傅不在了，门派也回不去了，也是个可怜之人。南宫前辈，这是灵米、灵泉和灵植熬制而成的补气羹，还请趁热吃吧。世人皆道我们修士不食人间烟火，整日餐风饮霞。
殊不知这灵米灵植依照象性调配，再以控火之术缓缓熬制，才是真真正正的世间美味。可不是，没想到你这小卒还会做饭，看来平日没少开小灶啊。前辈吃得满意就好。好了，说说吧，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既然不是南宫婉，那传送阵的事，还是先隐瞒一下吧。经此变故，黄风谷是回不去了。晚辈此前得知，此地有个灵石矿场已被魔道控制，但手背薄弱，原本想取些不义之财，远赴他乡，寻觅青山秀水，静心修炼。只是这样一闹，动静有些大了，多半怕是难以成行了。哦，这是跟我讨要好处呢。也罢，看在他此前还算仗义，就给他个机会吧。虽说是不义之财，但此处乃魔道腹地，还是莫要以身犯险了。这样好了，给你2条路选：一是我给你一定数量的灵石和修炼资源，来弥补你修为上的损失和此前出手相助的因果；二是你与我一同回偃月宗。和前辈回偃月宗？别想歪啊！我是说，让你拜入本门其他结丹修士门下，尽快恢复原来的修为。偃月宗传承1000年，许多秘术可是向不外传的，神妙之处，外人根本无法想象。昨天吸取你修为的功法，就是其中一种，而且，说不定还能结识些青春靓丽的师妹呢。条件如此悬殊，难道他故意让我选和他走？可是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又要寄人篱下？怎么样，决定好了吗？想好了，谢前辈好意。但是晚辈闲散惯了，还是选灵石吧。至于修为，晚辈会自己想办法恢复的，就不劳前辈费心了。这么多，这些应该足够修复传送阵了。没想到这位南宫前辈出手这么阔绰，谢过前辈。好了，现在即使再说改主意也晚了。既然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，我也不强求。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。晚辈醒得了，既如此，晚辈就先告辞了。你这就要走了吗？也罢，你现在法力大减，怕不是那些魔道修士对手。待我先出去杀他一阵，引开他们注意，你再自行离去吧。谢前辈。不用谢，我只是不想留下因果影响道心，才不是为了帮你。防护做得不错，看来你的保命手段还真是不少。
前辈见笑了，此阵乃晚辈一位友人之作。哦，观此阵有困敌、遁术等诸多变化，着实不错，就是缺了些杀招。你这位友人，多半是位不喜杀伐的姑娘吧？小子，我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此间事了，我也该走了。